各位539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大吉利五三九》。来看1月30礼拜五开出来号码：16、17、29、30、36、36，连续开2期。内顶一期1月30，掠10粒号码，有9粒号码无出来。继续来看1月31，礼拜六，淡水提供10粒无出牌号码，互大家参考看卖啊。02、04、08、09、12、15、20、24、27、33、02、04、08、09、12、15、20、24、27、33以上这10粒号码，互大家参考看卖啊。感谢收看。